尤其是遮的人啊，拢会讲哦，我安尼讲是为着你好。哎哟，这句话真正唔通吼，因为大家拢会感觉吼，我是为你好，就会互产妇，也是生产了后的女性，唔知影是唔是爱伸手去讨帮助。欢迎收看《台语真认真》，愈讲愈认真。大家好，我是边。大家好，我是混酸。最近吼，我都一直咧思考查某人有心这件代志。平常时吼，就是听人咧讲吼，有心有偌痛苦啊，生囝了做袂来，偌虚弱啦，讲一大堆啊。最近我总算是家己亲身感受到这款痛苦的感觉。哈，你是安怎会有这种感受？敢讲你？无啦，你看最近食较济点啊，就是我肚较大一条，我无陪囝，嘿啊。其实吼，就是讲吼，阮小妹最近吼要甲伊的囡仔生出来，所以吼我伫伊边仔吼，逐工感受伊的心情的变化吼，我真正有淡薄仔开始了解到产妇的心情。有当时看到迄电视内底啊，是咧播迄产妇啊要生起来的过程啊，看起来拢真恐怖，而且有真侪人啊，拢会哀到真大声。看起来真正是有够恐怖的啦！害你唔敢生哦？即马也无想遮尔远。毋过我感觉大家人的感受拢无共。像我之前看迄电视安尼演啊，我就问阮妈妈讲，生囡仔敢真正有遮尔恐怖？伊就甲我讲，其实伊生囡仔的时阵，伊感觉无遮尔痛。伊讲无像电视内底搬甲遮尔惨。可能逐个人对于迄痛吼，会忍受的程度吼，淡薄拢无共。有人感觉足痛啊，足痛，啊有人讲。无啥物特别感觉。毋过我感觉重点就是讲啊，真侪人啊，就想讲啊，你即马有心，所以你这袂使食，遐袂使啉。毋过拢无去想过即个有钱人伊家己本身的想法到底是啥？就像你讲的嘛，有的女性吼，伊伫咧产前、产后的时阵，可能情绪拢有诶变化，有一点仔改变。抑毋过吼，你也有当时啊去听吼，去听医生咧讲吼，产妇可能会出现郁症，所以大部分的社会内底的人吼，拢对产前诶郁症，还是产后的郁症，拢无啥了解。足侪女性吼，都唔知影家己即款情绪要找啥来讲。其实像伫日本啊，差不多伫2年前啊，就有一个真出名的演员叫做竹内结子。是。伊就是伫伊生囡仔无偌久，伊就掉头自杀。啊，就有一寡网友啊，就讲囡仔才拄出世，伊就安尼放伊走安尼，家己自杀安尼，拢无想到囡仔。毋过拢无想到，这位演员伊本身可能有郁症，或者是伊需要别人甲斗相共这个问题。去年啊，伫咱台湾桃园嘛发生一件代志。迄件代志就是讲吼，一个当生囝2个月的女性，伊2个月大的囡仔吼，伊就毋知有啥物甲迄个2个月大的囡仔甲翕无死。啊，这件代志出现了吼，其实吼，大家人嘛拢会想讲，这个母亲哪会遮尔凶？也毋过吼，伊无想讲，这可能是郁症产生，伊无法度找人去讲的时阵，伊无找医生去解决这件问题的时阵，才会发生这种遐的悲剧。也毋过吼，大家拢是有血有目屎的人，要甲大家讲的一件代志是讲吼，无人天生就是有母爱的人。大家人安怎做母亲，安怎做老爸，拢是后天去学来的。所以吼，咱今仔日特别来特别讲吼，女性有生甲生囝了后，伊可能会拄到啥物款心理的问题。今仔的人要安怎去看待这件代志，咱会当去体会女性的处境。比如讲，伊咧有生的过程，身体啊，可能就会开始有一寡转变。像一寡妇人人，伊可能会烦恼讲啊，我生囡仔了，我的身材敢会改变，我的身躯敢会出现啥物妊娠纹啊，啥物等等。我感觉上看袂落去的一件代志吼，就是比较的心理。就是讲吼，有当时你看新闻内底，新闻的标题吼，伊就讲吼，这个女明星伊生囝了后3个月，恢复生产之前的身材，哎呀，真正有够水的。这款标准，只要是新闻去报上出来了吼，对足侪产妇来讲吼，拢是心理的压力。重点是，你囡仔生出来，别人的人啊，嘛会有意见，对你照顾囡仔的方式啊，都会讲啊，你是安怎安尼照顾囡仔？啊，囡仔爱安尼抱啦，尤其吼，可能是大家官吼，就拢有较侪意见，因为因照顾过囡仔，也毋过，即个老母可能伊的方法嘛是对的，也毋过你就安尼甲念，伊心理可能就有出现一寡问题。尤其是遮的人啊，拢会讲哦，我安尼讲是为着你好。哎哟，这句话真正唔通吼，因为大家拢会感觉吼，我是为你好，就会互产妇，也是生产了后的女性，唔知影是唔是爱伸手去讨帮助。都唔知影到
到底有啥啊，会使甲斗相共。伊就验准家己，即款是毋是我家己的问题？边仔的人对我遮好，我搁安尼。而且一般人会想讲，因为一位女性，伊去到别个家庭，和大家讲做伙生活，可能是因为环境无共啊，会造成伊的压力。啊，另外伊有当时可能搁替伊的翁婿宽东宽西啦，做牛做马啦，啊，搁要照顾囡仔，所以就有可能造成伊一个人就心肝头真郁卒。毋过嘛有一寡人是边仔的人可能拢真关心，是。毋过有的人伊要是会感觉心内感受无好，可能是伊身体变化等等，所以互人感觉到伊是公主病，或者是不知足。毋过其实有一阵时啊，在郁症的源头吼，伊家己找袂到，伊嘛毋知家己为虾米会安尼。所以吼，咱要甲咱的观众朋友吼，背回一件代志，着郁症这件代志，毋是做毋着代志，伊是三乎可能会出现的一个镜头。所以这个时阵，伊就爱去找专业的医生来面对这件代志。啊，伫遮阮嘛要和各位妈妈关心一下，就是毋知影大家敢有这个镜头，比如讲会感觉空虚啊、无梦啊、人神神啊，有当时啊食物件食真济，毋过有当时啊佫无啥物胃口，敢有出现这个镜头？要毋过吼，产前甲产后的郁症可能会出现一款镜头，就是讲吼，你无法度感受做一个老母是一个欢喜的代志，也是讲吼，你感觉家己无资格去做一个囡仔的老母。这款心情产生的时阵，嘛可能是一个郁症的一个镜头。伫遮要甲大家讲吼，母爱伊毋是天生的，伊是后天去学来的。无讲查某囡仔自细汉到大汉，就是为着要做老母，无做老爸、做老母，这拢是后天去学来的。照顾一个囡仔，不管你身体、心理，都毋是老母一个人的代志。大家要是先想看卖家己的心情啊，敢有啥物款的转变，先甲家己照顾好，才有法度来陪伴囡仔。啊，另外咱花枝雕台进前都有做一个量表，就是有一寡镜头啊，要互大家对照讲，家己敢有这个镜头来想看卖家己的心情到底是安怎。虽然讲若是有人身躯边是有人会使替你分担这个忧愁，是真好的代志。不过若是讲真正身躯边无人会使甲你斗相共，嘛会使来私讯咱的粉砖啊。咱即摆佫有在做产前的电话伫遮，毋过话佫讲倒转来，大家若是真正有感觉心情真歹的时阵，是爱去找专业的医生来斗相共。是，要毋过有的人吼，就感觉吼，我毋知要找倒一科的医生。我建议大家啦，就先去妇产科。妇产科感觉，即个你即摆心内的问题，毋是我会当解决的。拄着这款伊的情形的时阵，伊就甲你讲建议讲吼，你去心理科，你去精神科，你毋管拄着啥物状况，伊拢会建议你去看倒一科。啊，慢慢你会找着拄好会当对你的镜头有用的科系，就去看。一个专业的人甲你斗相共，嘛是看赢你家己一个人爱面对郁症这件代志。啊，毋过讲到这，咱不时就是会听到人对老母有真侪意见。毋过我感觉大家要是爱想办法去理解这个妈妈因的想法到底是安怎。因为伊的需求去帮助伊，啊，伊真正足严重的郁症的时阵，就爱去找医生。可能伊有足侪心理负面的一款想法的时阵，真正爱去找医生。啊，发现这件代志可能毋是产妇，可能是身边的人，所以要安怎去解决这件代志哦？身边的人最重要。所以后回这时间你，后回这时间大家一起到，拜拜。